咱顶头讲到电算机的构造，今仔日想要来参大家讨论咱这个电算机的系统吼，主要是操作系统吼，咱看今仔日的内容。这是顶摆咱有介绍的电算机的各项的硬体构造吼，包括咱先紧甲留一下吼，这个互咱看会到画面的显示器主机板。顶头有处理器吼，帮咱算做侪物件，佮有记忆，就是咧暂时放一寡要处理的资料，互运算会当较紧。副机板就是一寡功能上吼，若主机板处理袂来吼，还是讲你要加强某一寡功能，像讲你咧拍电动有一寡三次元的画面，要互走较顺诶，咱就插一寡显示卡吼，等的物件，副机板。这物件拢是电子零件，伊需要食电，咱就爱有够力的供电器吼，送有够野的电，互因会当顺走。佮有一寡资料，你关机了嘛是爱会当，袂当无去啦吼，爱会当囤起来，会当互你后摆使用的，就是放伫光盘吼，还是硬盘内底。上尾就是咱要做输入的时阵，咱要拍一寡指令，还是要操作一寡电算的软体吼，有流器，有起字盘。这是顶摆咱讲到的迄个电算机的构造。这个硬体物件吼，咱看一张图吼，上下骹就是头讲的迄个处理器吼 CPU，甲记忆这物件，佮有咱接的遐个流器啦吼，显示器遐个硬体遐个设备。这个物件要哪参咱人做交流吼，伊中有一寡软体面的物件咧帮咱做处理。咱一般使用者较接会去卡到就是一寡应用的软体，像讲你用 browser 咧看网页看影片还有看影片的软体，处理文书还有处理文书的软体等等。中佫有一个物件核心，叫英语叫法kernel。这个核心毋是这个核甲这个心是这个内底这个核心这个物件代表讲一项物件迄个中央上中上内底迄个核心迄个核心是这个意思。这张图咱换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解说一下看会较清楚呗。上下骹这站是咱进前介绍的电算的一寡硬体啦今仔日要讲的是软体面的或者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简称是 OS 啦主要咱一般人会当着就是 Windows 迄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佮有苹果牌因的 Mac OS，佮有较少人用的毋过后摆我应该开一间伫这个顶悬，这个徛个这只徛个做标志，这个 Linux。后摆若有机会我嘛介绍一个我家己感觉好用的应用软体这两点拢是软体面的下骹这个较接近咱今日要讲的系统，就是较接近咱电算机的硬体部分。顶头这较接近咱使用者，咱人咱人伫遮要使用者的软体，要画图啦，要处理文书啦，要听音乐。伫遮我想要讲一件代志一般若市面上大家咧买电算机个人要使用的，常常讲你是要买 PC 啦还是要买 Mac 啦PC 事实上就是个人电算机的缩写PC Personal Computer。Mac 就是苹果牌 Apple 应该伫个产品啦咱大部分的人，你若去买电算机转来，内底装好的就是窗仔牌Windows， 无就是你去买 Mac， 内底自然就是 Apple 应该伫个物件。毋过这个 PC， 这个个人的电算机，事实上你若买转来空机你家己嘛会当装。装 Windows 免讲嘛爱钱啦你甲买版权，袂当家己乌白管啦会有法律的问题。Linux 就无这个问题伊是自由软体咱后摆有机会去介绍。介趣味的是，真侪人可能毋知影 ，Linux 甲 Mac 因拢是对几若十当前一个 Unix 系统弹出来因两个伫核现上有较大的关系。毋过你若讲伫硬体来讲是 Windows 甲 Linux 会当装伫咱一般咧讲的电算机顶悬，这个自由度较悬。这张图嘛是网络掠来这上古早对 Unix 1970年代，伊伫发展爱着弹出者无共的。你会当看到Apple 是这条路线，Linux 这条路线。这有一个那牛实际上伊毋是牛伊是一种那羊的迄种动物这个GNU
这个物件，这项物件参咱的 Linux 有足趣味的关系吼，咱后摆豆豆有机会甲大家做介绍。所以因两项吼，这两个物件，照这历史的演变，因两个伫系统上是有一寡关联啦吼。好，咱一般使用者电算机开起来，咱就是看到有一个画面显示器画面。大部分的人会使用的是图形的界面吼，GUI GUI。毋过后壁我豆豆会想要参大家分享的是文字界面吼 ，Command Line 这个物件，足侪人看起来足困难吼，随上袂吼。这个物件坦白讲啊，较简性啦。你若了解伊后壁迄个理路吼，你要互电算机做自动化，还是处理大量的资料的时阵，用 CLI 吼，用 Command Line 电脑较紧吼，较快。若讲到图形的界面吼，坦白讲啦，这三种系统，这几档做起来拢足水了，像这画面吼，我去网络掠来，大家看起拢介好看，迄干若是讲你看会惯势，看袂惯势，迄使用上迄个概念拢差不多吼。当然我安尼讲可能无介对吼，因为正像凭这个 Apple 的物件，我个人毋捌咧使用吼。若准讲 Windows 啦吼，也是 Linux 这种系统，逐工拢差不多拢有咧看，这用起来我感觉拢是无啥物困难的所在。若讲到头拄讲的 Command Line 吼，迄个文字界面，倒手凭这个 Linux 的一个例啦吼，正手凭这是 Windows 内底。这种物件你若毋捌学过，一开始看会感觉足恐怖吼。毋过上古早的电算机拢是文字界面啦吼，迄是后壁较豆豆演变出一寡图形的界面出来。现代的人已经惯势有图形的迄个画面啊，电脑古早的这种较简性的界面会相较无。这咱后壁有机会豆豆讲。好，今仔日咱真紧吼，三种主要的电算机的系统吼，迄个 Windows 啦吼。macOS 甲 Linux 这三款是咱使用电算机的时阵，一般人可能会卡到的系统吼。较顶悬这站嘛是软体面的吼，中这两个拢是软体面的，上较这是硬体。较顶头的这是应用的软体，有足侪种无共款的软体。后摆我若有迄个能力吼，我会甲我感觉好用的，甲大家做一寡介绍。这张图要讲的是。咱若刷落来，咱想要学一寡物件，咱想要去学电算的程式安怎写，软体安怎开发，咱想要了解电算机内底种种的物件，咱想要做教育的目的。那准讲是安尼，我个人认为使用 Linux 较是正确的选择吼。这理由后壁咱继续讲落，大家就豆豆了解吼。好，以上感谢大家时间。